各位弟兄姐妹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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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欢呼、掌声来献给我们的神，度过2024年的最后一个半小时。我们一起拍手，我们要来敬拜。神现在就与我们一同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有人渴慕真理，需要盼望和能力，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若有人饥渴慕义，寻找真正的生命，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正在这里。我们现在找3个人，然后跟他讲说，明年神要与你同行。明年神要与你同行，明年神要与你同行，明年神要与你同行。我们一起从头唱。若有人渴慕真理，需要盼望和能力，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若有人饥渴慕义，寻找真正的生命，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正在这里。我们继续拍手，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没有任何事能阻挡我们。再没有事能拆散我们，神与我同行。再没有事能夺走应许，神与我同行。再没有事能取代耶稣，神与我同行。不惧怕，不羞愧的自由与他同行。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的恩典与能力，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最后一次来说，神与我同行。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正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现在就在这里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将我们的欢呼掌声献给他。所以说，主耶稣，你就在这里，阿妹吗？阿门。所以说，我们要来一起宣告，这世代是耶稣的世代，阿妹。阿门。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敬拜来称赞，来转你所要预备给教练教会2025年的那个复兴，主啊，请在这个时候，主啊，将这个意象、将这个异梦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使我们能够带着这个意象，与你一起去得着这世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很高兴请坐，请坐，我们可以请坐。下面咱要为着两件事来祈祷第一项就是咱要迎起明年的释教60周年第一个行程，咱要到倒位？咱第一个行程就是要来到德国，对不对？德国迄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迄个发源地第二项呢咱煞只拄只小组嘛讨论过咱要办一个环岛之旅有国外有国内咱也袂当去国外，咱就当参加国内国内听说看见上帝创造台湾美丽岛的水来参观新阿院咱台湾嘛有几间的迦南教会，咱嘛会当去参观所以咱的宗教改革之旅咱有分成几梯次，3梯次第一梯次在3月份，3月几号？16号听讲第一梯次报名几月几号截止？1月15号优惠早鸟优惠价然后第二梯次在6月份，第三梯次在9月份所以咱们讲准备心准备好诶准备心准备钱准备体力，对不对好，咱为着这两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好不好我来祝上帝，感谢你。你伫你的恩典里面，你照顾阮，你看顾阮，特别上帝，阮今仔在这个所在来看这传道会，不是一个偶然。所以阮真正要感谢你，你最后2点钟的时间，我们看入新的一节时，就我们这个所在献上阮展望未来，特别上帝，阮事先我们为着。你和马丁路德这个大神学家，伊看见信仰的无相像，需要来挑战罗马帝国皇帝。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互伊有这种的勇气，特别是这个带领的整个团队，会当来思考做这个圣经真理真正的教导，这个精神底下来打拼，底下来努力。甚至也将着这个圣经来翻译做当时的人所会通读出了解的一本圣经。对安尼，阮看见伊这种的精神通过安尼，互阮会通真正来领受上帝你要互阮这个真正信仰真理的明白甲价值。特别上，阮知阮的信仰是对上帝你所享受的恩典。就当阮领受你这个恩典的时阵，阮就献上感谢。主阮知阮的信仰甲阮讲，唯有信心，唯有恩典，唯有圣经，唯有跟主耶稣基督来连结，我们就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而来成圣。主要说，阮真正感谢你。若是无这个先人因所留了这么好的脚者。主，阮就袂通来了解得到什么。阮恳求上帝你，阮要来举办这个旅游的时，主啊，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通通过这个旅游，通过这个行程，对阮信仰搁一个真正的审视，互阮搁较来了解上帝你恩典的美妙。通过这个行程，互阮会通搁较来认捌上帝，搁较来亲近上帝。甚至，阮搁较来相信上帝你所享受互阮的恩典，我们来献上大大的感谢。因为上帝不过这是有最最检测，互阮真挑战的事。有人欠钱，有人
欠体力，有人欠时间，做多合的问题。主啊，但我毋望会通伫这个时间内面，上帝你了解我每一个人的欠缺甲需要，主你就来祝福，或者阮所要办这个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拢会通平安顺利，啊，互阮会通有侪兄弟姊妹来参与，做伙来同行。上帝你啊，为着啊，阮来备办啊，要来参观这个花园，阮的信仰来敲碎啊，来欣赏参观，天父上帝，恳求你来赐福看顾啊，煞接阮也要为着阮嘛有计划要来啊环岛的旅游，4天3夜，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啊，赏赐互阮台湾有这个美丽的岛屿，阮看见上帝你疼台湾，特别你也将阮享受，互阮徛去这个台湾桃园这个所在，总是离开桃园这个远远的所在，阮也看见逐所在，也有侪间的迦南教会，甚至也有侪啊，这伫个训练宣教师这新人院的所在。主啊，阮有侪人也毋捌行到这个所在，伫遐来参观，伫遐来体会啊，上帝你啊旨意伫这个顶面。天父上帝，当阮毋望透过这个4天3夜这个环岛之旅啊，毋望互阮会通计划会通更加好势，会通来公布、来邀请、来带领阮的会友来到各所在来欣赏、来参观啊，体会到上帝你听阮，体会到上帝你创造这个啊的水啊，对安尼，阮真正来欣赏、来献上感谢。天父上帝，阮真正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若是毋是你的恩典，阮就袂通伫这个所在来徛起。阮感谢上帝，你过去安怎来引导阮？阮确信伫未来1年，阮明牙子60周年的时阵，有侪这个活动，拢要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互阮透过啊这个活动，会通来展望未来。阮回顾过去的时阵，啊，阮毋是停留伫过去的成就，或者是停留伫过去的失败，阮要展望未来。就保罗教教士的，向着标杆直跑，永远无要停止。阮将这个拢交代上帝啊！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是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来，先来记得敬拜赞美。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万心
们要在你的面前跪拜，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耶稣，你是世界的盼望，你是唯一的真光。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齐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齐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王。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齐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齐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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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万国万民齐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齐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赞美主，愿天上地上的荣耀都归你。弟兄姐妹，请坐。愿我们将我们的赞美献给你。主，是的，你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谢谢你，谢谢你每滴宝血都是为我们而流。主，我们感谢你。宝血为
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赤脚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在上帝的亲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在上帝恩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感谢赞美主，在明天进入新的一年，也代表我们迦南教会要进入60周年，迈向第一步。感谢主为我们规划在60周年一系列的事工活动当中，我们要来规划全教会的退休会，即将在明年的5月17日、18日2天1夜，地点我们将在台中、彰化以及云林古坑等地，我们要来举办全教会的退休会。过去我们的教会有全教会的培灵会、全教会的灵修会，还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但在明年我们迈向60周年的同时，我们第一次要来举办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恭敬仰望神，要来接受装备。因此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为这样的事工，为我们明年度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教会迦南教会在桃园这个地区做光做盐，迈向60周年的甲子。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福满满在我们迦南教会身上，在我们所有的牧长同工身上，在我们所有的信徒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恭敬再次来仰望你，因为你再次对我们来说话。我们期待在明年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要再次与主来相遇。主，请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进入60周年。主，在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同时，主，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能够在明年我们要来举办全教会的退休会。主，我们要来领受你新的意向、新的目标，也要一起来服侍神、服侍人。我们要用创新、有创意的方式，一起来建造主你的教会。主，请求你满有恩典、智慧与能力，在我们所筹划的同工身上，让我们所筹划这个全教会的退休会能够合神心意。也求主你来感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徒能够愿意来接受装备，愿意来参与明年我们5月17日、18日2天1夜的全教会退休会。主，我们也要在此来宣告，我们迦南教会的信徒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忍耐、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来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我们要再次来宣告，我们迦南教会要在新的一年要连结于元首基督，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能够相互扶持，让我们迦南教会在新的一年能够容神一人，能够同心合一，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主，我们请求你带领我们全体的信徒，愿意来参与全教会的退休会。透过这个退休会，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来接受操练，接受装备，能够成为容神一人的器皿。我们为此献上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平安。在2024年有一周的主日主题上8楼，小组在8楼实体聚会时，我小组长家军问了我一句：家珍姐，看到教会目前的状况，你心里有没有兴起负担？我无法了解为什么我要有负担，我那时候真的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然后现在回想才了解说，原来小组长最珍贵的是帮助组员意识到自己的呼召与使命。我忘了当时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选择逃避。没多久，周报刊登小组改组的讯息，家生长老有问我，若有需要小组长，家珍姐，请问你愿意出来帮忙吗？当时我很直接的 say no， 不愿意，我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那天回家后，圣灵就开始在我心里面开始动工。每我开电视或是看手机，全部的讯息都一涌而来。如何当一位小组长？为什么要参加小组？圣灵的成长的价值，小组长的影响力，这些讯息全部都蜂拥而来。我就是那时候内心也非常的自我的征战和软弱，我就开始找借口说，我哪里有时间当小组长服侍？我和摩西一样拙口笨舌的，和约书亚一样没有自信，我没有办法啦，上帝，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家里很忙，我工作很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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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我，不是我，上帝，你找错人了。我一直在挣扎，每天早上圣经共读，读到耶利米18章，上帝是窑匠，我是泥土，泥是窑手中，泥在窑匠手中怎样，我在上帝的手中就是怎样。上帝要塑造出合用的器皿。神的话语有时候听起来是很扎心的，管教的话、劝诫的话、责备的话，听起来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是当我定义不做某件事，而这是跟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的时候，某一天我向上帝祷告：阿爸父，求你帮助我，可以听见你向我的心说话。求你给我一个印证，我很大胆的向上帝求印证。你如果能让我看见这印证向我显现，我就能清楚明白这是你的呼召，也绝不退缩。就是陈牧师跟嘉生区长必须对我的心说话。做完这祷告后，又经过了1个月。每周主日401的教室是14组康姐小组的聚会，我会在图书馆服侍。那一天陈牧师应该是要在华语场主持主日正道，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天陈牧师到4楼来。牧师关怀的康姐小组里面，大部分属于年长的弟兄姐妹，询问了目前独居的人大概有多少，请举手。那当时举手的人数，包括我在内，差不多有6个人左右。我看见了牧师的慈心与担心，叮咛大家要互道早安，更要常互动，要彼此相爱。问了康姐目前小组的人数，我听到吓到，心里莫名的负担，渴慕分担的感动油然而生。那种感觉就是心里很酸很酸，很难过。当下心想，上帝，我愿意顺服，愿意当合你心意的器皿。只要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出来帮忙分担小组长服事，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台风过后的1个星期，我接到嘉生区长的来电，他说明了目前教会小组要改组的情况，需要多找几位愿意摆上的弟兄姐妹为主做工。不知道嘉珍姐你愿不愿意？电话那一头，我瞬间眼眶都红了。上帝让我看到了牧师、区长、长老们对教会的付出和认真。没错，我义不容辞，立刻答应来承接属灵的责任。不要求神赐恩典，要求神来使用我。这一条路，我知道是不简单，很崎岖难行，但是我不怕。我有上帝能够依靠，我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属灵长辈和同伴。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祷告讨论，能迎刃而解的。服事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对上帝恩典的感恩回应。我感恩上帝拯救了我的女儿2次，一次是她的车祸，一次是她的官司。谢谢上帝。我很喜欢新约圣经里的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耶稣在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高兴，说：何必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周济穷人。他们就对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要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可是一件美事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了我安葬，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作者均未注明这个女人是谁，因为她对主的谦卑而被隐藏起来。但从约翰福音知道这女人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这是一件不平凡的美事。主耶稣虽然没有在言辞中提到玛利亚，但却在心里纪念她。这段经文提醒我在神国的服事里需要放下自己，因为重要的不是我的名，而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有一位姐妹曾经问我，真拿达香膏玉瓶一旦遇见了要打破的关键时刻，要放弃我们属世一切的荣耀，让真拿达香膏流出来时，你能像玛利亚那样爱主，毫不犹豫地打破吗？我能，我愿意，就像玛利亚一样，带着自己的真拿达香膏，奉献我的时间、金钱、才能，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打破玉瓶，把我心中对耶稣的爱全然倾倒在恩主的身上。因为在主的心目中，那个名字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你。艰难往往使平凡人准备好迎接不平凡的命运。阿们。谢谢大家。谢谢家珍她的见证和分享。好，那也可以从她的见证当中，好看见上帝的带领。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年的跨年祷告会也是牧师来这边跟大家说平安，好陪大家跨年。好，那今年用不同的身份，好，那回来迦南跟大家一起跨年。好，那一年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在这一年当中，好，真的迦南教会好像喜得三温暖。好，可能很多人对于去年12月31号主日礼拜，好，所谓欢送好前任的牧师团队，好，心中还有这个淡淡的忧伤。好不舍，好，但是好没有想到，在这一年当中，好，上帝又继续带你们，要不是只有停留，好，而是要继续的往前。那什么是跨年最好的结束一年最好的方式呢？好，你觉得什么是结束一年最好的方式？好，就是祷告。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什么？跨年祷告会，好，就是来结束2024年。好，这一年当中，不论你的酸甜苦辣，好，高低起伏，好，用祷告，好，是来结束一年最好的方式。好，所以今天很高兴看到燕婷有回来在我们当中，她在洪恩教会来服侍然后看到彭辉长老、碧霞姐也回来在迦南教会和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也拍手来欢迎他们。好，回家，好，回来迦南。好，那什么是迎接一年最好的方法呢？对，就是祷告。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用祷告来结束？好，用祷告来开始。我们只有用短短的1个半小时的时间，好，但是让我们把今年最后的时间通通交给神，也把明年要开始的365天，好，也献给神，好，让神带领我们有头有尾。阿们。好，那牧师呢？好，分享了几件，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好，这一年要结束的这一年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一年。好，你同意吗？好，对，我们都要相信这是充满感恩的一年哦。好，那牧师也整理了在这一年当中，好，我们在迦南教会经历了几件事情。好，那要为这些事情来感恩哦。好，第一个就是2024年是迦南教会从1994年开始啊。好，第二次没有牧师。好，上一次没有牧师是1994年陈道雄牧师要离开的时候。好，到了2024年，好，那有牧师的团队离开之后，好，迦南教会没有牧师，好，有一个空窗时期。好，那其实庄牧师或是后来的真正的牧师，好，到后来游牧师这一段当中呢的衔接呢，好，都算是非常的紧凑。好，但是在这2024年呢，是迦南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好，因为
唔知啊，迄个牧师伫多位，好啊，也不晓得找不找得到牧师，好，而且迦南教会在很多的地方，好都被人家指指点点，好，很多牧师就算想来，好，可能也会打消念头，好，连我在台北也有人，好，就是说你确定你真的要去迦南吗？好，但是我的这个感受，就像刚才家珍好在分享的感受。好，这个感受也是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啊，好，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好，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后来先知以赛亚就怎么说？主啊，我在这，然后呢，请差遣我。你有没有发现刚才2位长老在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觉得2025年迦南教会都在干嘛？玩，都在跑来跑去，要么就跑去德国，还要去环岛，还要去退休会。好，迦南教会60年来好像没有这么会跑过啊。好，这个好像为什么要一直跑呢？我想不是只有牧师爱跑，我觉得是我们的教会。好，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好，那去这个字很重要。好，就是耶稣要复活升天前，好说你们要怎样去，然后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好，所以这个去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有来做礼拜，不是只有来教会这边敬拜，我们不是只有来礼拜堂，然后都在室内里面，在这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是我们要祷告主啊，如果你真的要差遣我去，好，就让我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感动，好，让我愿意为你而去，不是为我自己而去啊。好，那迦南教会也在2024年面临的所谓的分裂和出走。好，那在2024的第一个礼拜，好，教会就收到了46张好要转会籍好的会友。好，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之下，好，然后呢，同时在整个教会的1到几月份的这个奉献呢，好是非常的有挑战啊。好，但是即便如此，好，这一年还是充满感恩的一年。好，有人告诉我说，迦南教会会7年找不到牧师。好，他这样在当着我的面，是我们迦南教会好的一个资深的会友，好，这样告诉我，好说迦南教会会有7年找不到牧师。好，可是我们却不到7个月的时间，好就完成了所有的聘牧，好，所有的拣选，所有的就任啊。好，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好，只是。让另外一间教会很伤心难过而已，这样子。好，不过这间教会他们的长老这个礼拜天也会来我们迦南做礼拜。好，他从波士顿刚好有回来台湾，好啊，也会来这边跟大家来请安。好，不是来报仇的啦，是来这边跟大家来问候这样子。好，但是相信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啊，好，上帝的带领。好，所以没有人能够说东或说西，好能够说3道4啊。那迦南教会的今年的奉献呢？好，曾经一度降到20年来的最低啊！好，就是我去翻了合会手册，好，我们的上半年的奉献好的达成率呢，好只能够是2004年的水准哦。好，2004年我都还没有来迦南，好，那时候都那时候教会的经常费的奉献，好真的是非常的危急啊！好，所以。每一次在开小会，好，或是每一次这个长子在开会的时候，好，心里面都有一颗大石头，好，这个大石头就是人也少了，奉献也少了，好，那这个教会呢挑战真的很大，好，不过呢感谢主，好，虽然我们牧师还没有看到，好，上个礼拜就是前2天的奉献的报告，好，但是大概知道我们今年的预算呢，好，已经大概就是刚刚好，好，就是刚刚好，好，所以。没有这个，所以才写一度降到20年的最低。好，所以我们好像洗了这个3温暖一样。但是呢，上帝也让我们有信心，好，能够相信，好，这是上帝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好，我们不是服侍马门，而是服侍神啊。好，那在今年教会呢，好也做一个重大的举动，好，就是我们教会很少跟中会提议案。好，但是我们今年跟中会提了3个很重要的议案哦，好，那是很严肃的议案，好，那这议案呢，耗费了很大的精神力气，好，甚至好是在牧师就任的1个礼拜内要跟中会提出来，好，在这个议案截止，好，所以这当中
花了很大的力气，好，那牧师也掉了很多的头发，好，我觉得头发后脑勺最白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那一阵子，真的一直思想，好，这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也希望让更多的人，至少让我们教会的小会员长老，好，能够明白。好，那这些议案呢，都已经送到中会，好，那做了一段的讨论，好，但虽然目前还没有结果，好，但是相信这些的讨论，好，是可以期待，好，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好，中会仍然要继续来面对，好，那牧师也很有信心，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的这3个议案，好，还是需要去克服的，好，并不是说用表决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好，那这个是比较深入的部分。那还有今年值得感恩的，好，就是弟兄姐妹，好，跟着牧师一起来共读，是牧师带大家读经，还是大家陪牧师读经呢？都有了，好，如果没有大家参与共读，好，牧师也不会这么认真的读圣经，好，但是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渴慕，好，那这是牧师连续在3个教会，好，应该是4个教会，好，从COVID-19 的时候，在拉斯维加斯的教会，好，就那时候因为疫情开始线上的共读，那后来离开了拉斯维加斯，好，有用线上的方式，在夏威夷教会也带了10个月，每天2次的共读，好，所以为什么牧师会2次？好，就是在夏威夷教会，在拉斯维加斯是1天1次，好，到了夏威夷是1天2次，好，那是台湾的凌晨3点，好，跟台湾的下午2点哦，好，每天这2个时候，好，那这样连续10个月哦，都没有1天休息，好，所以这也操练牧师发现说，哇，弟兄姐妹愿意读圣经，好，真的是非常需要。好，后来到了台中盘顶教会，好，也2年的时间，好，也陪他们读了10几卷的好共读圣经共读，也发现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热烈，好，真的非常的追求，好，那来到迦南教会也一样，好，所以本来牧师答应说我们1年读7卷，好，但是因为看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追求，非常认真，好，我们就一路读，好，从牧师就任的1个礼拜之后，好，应该是5天之后，好，就开始共读，好，一直到今天，好，那明天要不要共读？明天自己读好，可以吗？好，明天你可以找一个人共读，不一定要找牧师。好，你可以找一个想要陪他一起读圣经的人，好，用灵修笔记的方式。那我们在今年呢，好，只有半年好多呢，我们读了9卷书啊，好，不要小看这共读啊，好，这会让你的人生好有很大的帮助，也会让神的话好真的是住在我们的心中啊。好，我的现在还剩下几分钟啊。剩5分钟，好，然后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举行了59周年的户外感恩礼拜。好，那这个户外礼拜没有在我们2024的计划当中，好，但是在计划赶不上变化呢，好，而且我们也并且有500多个弟兄姐妹啊，好，总共报名参与啊，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相片哦。好，那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组织调整小组。以及的进行的改造，好，让教会的功能组织更健全。好，我们设立了敬拜基金和牧养基金，还有我们透过教牧团队人事小组，好，来分担牧师的决策还有重担。好，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教会也新增了圣乐总监呢。好，这并不是在牧师的计划当中，好，但是好是在长老们的看见当中，好，觉得教会需要有这个。在圣乐上面，好，能够更加的专业。好，那知道我们的圣乐总监是谁吗？好，牧师娘。好，赖静怡，对，好，那所以变成现在牧师常常都要跟牧师娘一起开会这样子。好，我们好，但是呢，很高兴就是说，能够一起在教会当中来团队服侍哦。好，那所以这是牧师列出来的，在今年2024年即将要结束，好，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的事情。好，我们可以来。花一点点时间吗？好，如果你有想到其他的，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为在今年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我们一起来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在人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去年跨年祷告会的时候，你给我们一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主啊，你呼召我们要兴起，要建立教会，要成全圣徒，要装备圣徒要各尽其职来见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来快速这个圣经共读，我们读了这些书。那每一卷书本来牧师都很想跟你分享这些书到底有什么感动，不过时间的关系，但是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后面的数字是几天啊，我们花了几天来读完这些书。但这些神的话，真的是活一把两刃的剑，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特别我觉得每一卷书真的是读完之后都非常的宝贵啊，值得一读再读。好，那我们在明年开始，等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其实我们已经从礼拜一昨天开始，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在写灵修笔记啊。好，那这5件事情也让大家一起来读，来请读经文、挑经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好，那这5件事情呢，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朗朗上口，容易记，好，而且你能够开始的去做。好，把它当做一个跟神的约定。好，那每天用能够至少15分钟的时间，好，来读神的话，按照我们的读经的进度，好，只要找出一句的金句，并且用20个字来写下你的感受，同时也为你的每一天来祷告。好，先找出你那一天当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好，然后呢，借着圣灵的帮助，好，来与神同行。好，那昨天礼拜一，好，那礼拜一就有人跟牧师分享牧师啊，你讲完之后，我们礼拜天就开始写了，而且呢，他礼拜天写，礼拜一写，他2天他就觉得哇，很不一样，好，他觉得感受很不一样，好，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好，那所以也有开始教会有人团购好这个什么笔记本啊，好有很多的建议，好，不过呢我们时间好也没有办法达到非常的完满，但是希望就是用大家各自能够做的方式，好来读得神的话，让能够与神同行是重点。好，那迦南教会明年的10件大事，好，那我们已经放在祷告当中，好，就是我们要庆祝迦南60周年。好，那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刚才也祷告了，日期有人记得吗？5月17、18，好，就是母亲节过后的那个礼拜6和那个礼拜天。那么预计呢，好，是每个人的费用能够控制在3000上下，好，3000块上下能够2天1夜的时间，好，所有行程。还有就是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好，那不是只有限我们迦南教会的会友，好，那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或是邀请对这宗教改革有兴趣的朋友，好，可以邀请他。那还有明年呢，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圣经共读，好，一样会有7卷书，好，那牧师最期待就是来读《使徒行传》，好，那是我还当青年牧师的时候，在迦南教会，好，郑牧师总共花了2年不知道几个月的时间，好，来读这个《使徒行传》，每个礼拜天讲到就是《使徒行传》，下个礼拜天《使徒行传》，好，这样连续2年多，好，那也发现弟兄姐妹把《使徒行传》呢，好，能够读得很熟啊，好，但是使徒行传读得熟，好，对我们整个新约好有很大的帮助。那还有就是明年我们的333祷告会，很多人说什么是333，就是我们会每个月有一次在礼拜3到33号好的祷告会，好有人说不是333个人，我说对，也是333个人，好一起来参加祷告会，好，那么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所以明年会有12次的333祷告会。那除了每一个月第一次的333祷告会，我们后面的每一周的祷告会，好，一样会在7楼，好，但是我们会用祷告加上配合祷告小组，好，让教会的祷告会是能够更平易近人，弟兄姐妹更容易参加。还有一个，我们等一下也会为这个主题来祷告，就是我们明年好一个很重要的目标，60周年能够有60位受洗。那么明年有6次的圣礼点，好，第一次就在来的这个礼拜天1月5号。好，那这一次呢，已经有10个人报名了，好，所以我们就已经好达成了1/6的扣打，好，如果每一次的圣礼点都10个，好，那么就能够达成，好，不过呢，10个当中有一个小儿洗礼，好，他又后来说他要延到3月了，好，所以我们好要加紧好努力，好为这些60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归入主的名下。还有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就是60位的小组长。那这是一个真的需要，因为迦南教会有600多个会友，可是小组长只有
20-30位啊，20-30位。好，那我们今年的组织调整之后呢，现在好不容易挤出了40几位啊。好，但是还有10-20位的差距啊。好，所以我们也盼望在未来这一年当中，好，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投入和参与啊，以及我们在明年的8月份，好，要来举办大桃园地区的领袖高峰会。好，那这个是一个办了10几年的领袖高峰会。好，那迦南教会第一次要来承办。好，那一般去参加美国参加的话，好，都要报名费到$100。好，那在台湾参加大概是要2100块的报名费。好，但是在迦南教会办呢，好，我们预计好可以控制在1200块以下，好以下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领袖高峰会是针对在职场上面，好，特别是你在这个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一个领袖，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一个挑战。还有我们明年的除了教会，好，生命教育协会在2月20号要庆祝20周年，在1月27号志工大队要庆祝17周年，还有我们的协会总干事，好，在礼拜天的理监事会已经通过，好，那明天就开始好会赴任，好，那就是我们的协会总干事，好，是我们现在坐在中间这位，好，我们的张木轩执事啊，好，感谢主啊，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好，那我们能够上帝有预备，好，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赵福元，好，也是我们当中的美秀，好，我们也拍手来欢迎，好，也是明天1月1号，好，就是开始来上任了，好，所以真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好，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阿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好明年的大事，就是我们要以 A1 的课本好已经可以开始来编排好，然后就可以来印刷好。那明年就是要完成 A2 长大成熟的课本和 A3 好服事训练的课本好。那希望透过这样的装备训练好，能够使教会的装备课程呢能够更完整，也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凡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就吩咐他们遵守。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一起为迦南教会明年所要经历的这些事情，好，或是你所想到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向神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有许多的计划，有许多的心。我们接着祷告。要把这些事都排列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恳求你也来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为主而去，主啊，因为主啊，你说有谁愿意为你去，你能够差遣谁？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偶然，也不是突然的，而是神你如何的差遣马街，就在今天21世纪当中，也这样差遣我们。你怎么样差遣巴克里？你怎么样来差遣马丁路德？主啊，在21世纪，在2025年的时候，主啊，你也愿那感动他们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去，勇敢去。主啊，所到之处，就如同你按照摩西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地为业，只能够使人蒙福。主啊，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是带着主你的同在而去。让我们不论是参加退休会、参加环岛的旅行，或是60周年的宗教改革之旅，不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主啊，求你来看顾保守，在2025年的这一年当中，我们都要所做的一件事情，在永恒的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充满了意义，而且是带着喜乐，是因为要把救恩、把福音、把神的好消息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也相信，不是只有在上面列的这些的事情而已，还有更多的事情。你要使用迦南教会，让迦南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是一个强壮的肢体，是一个合一的肢体，是一个愿意为主而去的肢体。不论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都愿意与神同行，与主同去。主啊，让我们能够分担主你的背起主你的十字架，每一天来跟随你。特别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从每一天的灵修笔记、
读神的话，以及记录神灵给我们的意念，以及记录神灵给我们的感动和带领，让我们在未来这一年当中，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主啊，也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不论是在迦南教会、在嘉光教会、在洪恩教会，或是桃园南坎，在每一个地方，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因为我们是主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不分彼此，也给我们更多在主里面彼此的守望、彼此的祷告，因为你让我们知道，在主里面为主做工不会是徒然的。主啊，愿上帝你纪念你每一位儿女仆人的辛劳，以及所摆上所做的一切。愿神你悦纳，也愿神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还有2分钟的时间呢，好，让牧师来做一个小组长的呼召和邀请。好，那这个呼召和邀请呢，好，并不是要你今天好或是在场的人，而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都在老化当中。好，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来照顾好彼此。好，那但是呢，又加上少子化，又加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好，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未来呢，大家只能够自求多福啊。好，但是呢，我们除了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真的也希望教会真的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好，那在今天10月31号，好，洪召节，好，也在今天下午，好，蒙主恩召，好，那他的家人，好，全家当中，好，他就是90岁，他是这个家族的长辈，但是这个家族当中，哇，大大小小许许多多人，但是就只有洪召节一个人是基督徒。好，那所以这对这个整个家族来讲挑战很大，但是感谢主，洪召节他在生前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交代，好，他是基督徒。他一定要用基督徒的葬礼，好，他一定要基督教的方式，所以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他的家族，大家都非常的愿意，好，只是这也是一个教会来关心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只是如果只有靠牧师，只有靠长老，好，真的是不够，好，那我也相信每一场的丧礼也好，每一场的婚礼也好，好，每一场我们所能够在教会办的活动，好，据点也好，或是我们的协会的活动也好，都是一个能够带领人来认识神，而我们真的需要这些羊能够有牧者来带领他们，不是只有牧师，而是从我们的长老、牧区长老、区长、小组长。所以让我们最后的1分钟，好，让我们来为我们的60位小组长来祷告。好，这是一个门槛，如果我们达不到60位小组长，好，那迦南教会大概就是只能够停留在这样的程度。但是如果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突破60位的小组长，那相信好，上帝要让30倍变成60倍，60倍再来变成几倍？100倍，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跟神求，神啊，给迦南教会几位小组长？100，好，就是你如果达到了60，就可以跟上帝要100位小组长，所以不是要70位小组长，但是我们要先超过60位的小组长，有没有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曾经透过牧者、透过小组长、透过区长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他们为我们的灵魂守望，他们为我们得救，为我们信主付上代价，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服侍、来敬拜。主啊，当你呼召我们，或是呼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起来成为一个牧养的同工，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服侍他们。主啊，求你将这样的感动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来扶持。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来背起十字架，因为你这样告诉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呼召我们，使用我们那个爱主的心。即便我们没有当过小组长，即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牧养，即便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扮演一个小组长的功能的角色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爱主的心，主你就要呼召我们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主啊，我们把接下来这一年当中，我们需要呼召60位的小组长，
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帮助我们能够在未来这一年当中彼此的努力，透过 A1 的装备课程、A2 的长大成熟、A3 的服事训练，让更多弟兄姐妹接受装备，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坚定，愿意起来成为领袖。主啊，让迦南教会将来有一天可以跟你来求，赐给我们有100位的小组长。主啊，祝福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都能够看见在主里面永恒的带领和意义。且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有60位的小组长。来，弟兄们请起立，因为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酒，使无边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他一直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
哈利路亚！我们要为了60位洗礼跟60位小组长来祷告。刚刚这个牧师的呼召，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为这2项事情祷告，对不对？所以阿们，我们已经达成了。那我们要为了突破60位洗礼、60位小组长来祷告。那我觉得教会很棒，有设了很多你知道我们现在洗礼要上什么课程吗？上 A1 的课程有12堂课，我相信这个是叫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是可以建立在磐石上的。那接着有 A1、A3 甚至 A4 的课程，牧师说上完 A4 就可以推荐变执事这样子，要去读神学院，所以很好。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来祷告，求我们的神使水变为酒的神，可以带领我们的生命到更高之处的神。我们一起举手来为我们未来的60位洗礼跟未来的60位小组长，我们一起开口大大声的来祷告。我们向神来呼求，他就是可以使人改变生命的神，他就可以使我们从低谷爬到那个光明的神。主，谢谢你的恩待，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来经历你。主，我们不是第一天来经历你，主，我们常常用你的话语，我们常常用祷告来经历你。主，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来经历你，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翻转，因着你，我们的生命要变成不一样。主，谢谢你让我们来分担教会的职分，主，让我们来牧养你的羊，主，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来变为光明，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来承担责任。主，谢谢你，我们没有害怕，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晓得神你要使用我们，神你要差遣我们，神你要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不一样，神你要使用我们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唯有你是行奇事的神，唯有你是做新事的神，叫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叫我们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亲自的拣选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赎回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的信心要在赞美的声音当中长出来，我们的生命要在你真理的话语当中建造起来，我们彼此相爱互相帮扶的关系要在你教会合一的路径当中行出来。主，我们恳切为突破60位洗礼的生命来祷告，恳切为突破60位小组长的尾声来祷告，因着我们不停止的祷告，因着我们不停呼求耶稣。主，你让我们有一点信心就能够移动大山，让我们靠着神你期待主的能力要临到，我们要宣告神的国度降临，我们要宣告主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因为世上没有一件事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是因着信被神称为义。主啊，让我们将最好的年日献给你，让我们将最好的一切献给你。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看重我们，主耶稣我们能够拿什么来献上给你呢？主耶稣我们要拿什么？我们要拿我们的生命吗？要拿我们的金钱吗？拿我们的时间吗？我们都要来献上在主你的面前，我们都要来到主你的面前，要与主你面对面。所以说我们要来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全部都献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亚伯拉罕献上以撒，邀请弟兄来唱。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邀请姐妹来唱。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
祷告。我们刚刚为了很多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活动、教会的未来来做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与神面对面，我们来为自己做一个祷告。我们为了我们明年要献上多少，我们要如何献上，要如何服事，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心、身心灵，我们的时间来祷告。我们为了自己的敬拜，为了自己的服事，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你有什么需要的，现在我们就大声向主来呼喊说：主啊，我在2025年需要你，我需要你赐给我什么？赐给我体力，赐给我力量，赐给我信心。我们现在就来为自己祷告，我们一起大声来开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份在服事当中。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时间、有体力、有技术，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被支持到。主耶稣，在信仰当中愿意更深来亲近你。主耶稣，也求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主耶稣，我们都面对面的与你来相见，我们都面对面的与你来建立关系。主耶稣，我们都与你更加的亲近。主耶稣，我们都与你同在。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现在就要将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将你旨意呼召我，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跨年倒数10秒，好，让我们一起来倒数10秒，一起10、9、8、7、6、5、4、3、2、1，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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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用敬拜来开启。好，先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阿妹吗？新的事将要成就。好，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新旧一起来敬拜神。我感觉主恩典充满我们中间，神灵正在运行，带着医治的恩典。我感觉主神灵正浇灌中教会，兴起大手间
宣扬，我主荣耀彰显。再次来宣扬，大声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2025就来的就是这么快。好，我们都还来不及跟2024说再见，他就自己就走了。好，2025就已经来了。好，所以这一年相信好时间会过得更快，而且我们日子一天，心思一天。好，但是只要做好预备，我们不怕时间快，好，只怕好事还更好的事在后面啊。好，所以我们相信带着这样的祝福应许，好，我们能够在2025这一年当中，好，我们所到之处、所做之事，都能够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聚会要结束以前，好，那我们要带着这平安喜乐回到家中。好，那也盼我们真的是重新得力，好，不是睡到自然醒啊。好，你起来的第一眼就跟神感恩、赞美神，哈利路亚，然后来学习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录在你的每一天当中。那么等一下祷告结束之后呢，我们在楼下已经准备好明天的今天的宵夜和早餐这样子，烧的包啊，好豆浆，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已经进入到2025，在这一年去年的最后的结束，我们用祷告来交托；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用祷告赞美来迎接。神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迎接，一同的来庆祝，同时也在线上一同参与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从不同的教会各个地方，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也相信你要祝福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让我们能够接受主的差遣，让我们勇敢为主而去，让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所参与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不仅是荣耀，不仅是高举迦南教会60周年，更是高举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使万人万民万口都要屈膝，万口都要来颂赞。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要立定志向，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建立在还没有听见的地方，能够立下根基。愿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装备自己，勇往直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圣灵感动，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在2025当中，这一年从岁首到年终，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经历神的恩典满满，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新旧浇灌带下新鲜恩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拥抱，彼此的请安。好，愿2025年事事都顺利，事事都蒙福，哈利路亚！好，愿神祝福大家。好，谢谢我们也拍手，我们谢谢台上的这一群敬拜赞美团，好，谢谢他们的服侍。好，新的一年已经来到，好，这一年好好的努力。好，那在今年欢迎大家参加2025 12月31号的跨年祷告会。好，我们来听到更多的见证分享。阿们。